家好，我係白切雞，睇馬多年最重視實際數據。今期跑馬地夜賽合共11場，我以仔細比對各匹馬近仗評分、段速、紅字及走位預測，為大家選出4匹心水馬，希望幫你哋揾到真明燈。第一場第5班草地1002米，首推3號3代同心，巴道拍檔，近仗2段快腳，部署積極。7號伶俐區艾杜拿策騎，翼鹿2段快段兼具末段爆發力。5號有心意末段突出，具競爭力。10號飛躍凱旋段速平穩，實力不俗。第二場第5班草地1002米，首選9號進優自在，巴道上陣，3仗評分持續上升，預計名次最高。6號快樂騎兵奧爾文策騎，錄得2段快腳，配合形勢。12號萬事靚段速全面，腳法連貫。5號大番薯2段紅腳，末段推進強。第3場第4班草地2200米，7號管之有由田泰安主理，3場皆錄2段快段，步速穩定。8號幸運同行楊明倫助騎，同樣3場段速紅字，後勁強。1號爆出美麗布文出擊，2段硬淨。10號客家之光段速不俗，有望冷敲。第4場第5班草地1002米，7號鄉村樂韻艾杜拿拍檔，3場段速快，末段亦凌厲。5號雷神太保布文上陣，段速穩定，末段尤勝。2號團結戰靈3仗評分高穩，值得一搏。11號超勁火力快末段撐場，後追力強。第5場第4班草地1650米，1號型好威風梁家俊助騎，連場評分高企，形勢有利。2號新榮之星奧爾文操刀2段快段，部署明顯。5號超眼光2段支持，走勢有力。4號快活英雄布文騎，評分穩步上揚。第6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2號競進非凡布文主理，3場段速2段，今場拍住上。4號好節拍周俊樂策騎，連場段速快，步速優秀。10號電信驕陽2段快段，有力放頭。12號添起運腳法完整，後上穩定。第7場第3班草地1650米，2號唯美主義艾少禮助騎，3場皆錄2段，步速火爆。6號聖意巴道出擊，連場3段紅字，狀態強勁。3號博望波段速硬淨，穩中有功。5號非凡豪傑部署進取，可爭冷腳。第8場第4班草地1650米，3號滿心星黃志宏上陣，2段快腳，末段不俗。4號好好分奧爾文策騎，步速持續上揚，穩定型跑法。10號康昌之星2段快段，後勁具威脅。8號至段速連場出色，亦具潛力。第9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3號朝朝醒巴道主理，2段快腳，表現火爆。10號超霸勝蔡明少拍檔，2段兼末段紅字兼備，熱膽級。2號魅力寶區亦屬段速強手，1號飲杯霍宏星策騎，評分持續高企。